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1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19天。前线总共发生了211次战斗，其中40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的一名中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哈尔科夫州、卢甘斯克州和苏梅州作战行动强度略有减缓，但敌人正在进行持续的重组，以为进一步进攻做准备。特雷古波夫指出俄军目前正试图创造条件，以便在1月份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空降陆军第7快速反应军集团发言人表示俄军正将兵力转移到波克罗夫斯克，特别是俄军曾试图利用舍普琴科和波克罗夫斯克之间的后勤路线来调遣额外的兵力和装备。俄方使用了30多辆轻型车辆，包括摩托车、全地形车和汽车。面对俄军的进攻，乌军主动降低了外围的防御密度，诱导俄军小型渗透小组进入。一旦俄军进入乌军预设的灰色地带，大量无人机和精准火炮就会立即根据预设坐标进行定点清除，这就是俄军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呢。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截至2026年1月4号乌军在罗金斯克地区保持防御，参与部队包括第14旅亚速国民军第1军团、第20叫柳巴特旅以及第132独立侦察营。目前关键阵地仍受控制，俄军人员与装备均遭受重大损失。这个罗金斯克又是俄军格拉西莫夫说的已经被俄军掌握，但是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现在乌军继续在罗金斯克保持控制。这个俄罗斯人每天都必须要上报一个好消息给普京今天夺取这个镇，明天夺取那个镇，因为普京需要这样的好消息才能安然入睡要不然睡不着1月4日乌军的远程无人机访问了俄境内叫叶列茨克市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工厂。俄罗斯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工厂在利佩茨克州叶列茨市，工厂产品无人机、滑翔机、制导校正模块、伊斯坎德尔导弹。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约3000公里，主要从事研发和生产工业用途电池。关于这个库皮扬斯克的最新战况这个乌克兰方面战报说，俄军已将攻占库皮扬斯克的最后期限设定为2月份，但其仍未能突破防线。乌军发言人维克托特列胡波夫说俄在城北的所有渗透尝试均告失败，俄正从奥斯基尔河左岸推进，但尚未进入城内。约30名俄军仍被围困在库皮扬斯克城内，与外界完全隔绝。尽管莫斯科重新发起攻势，该城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根据这个央视报道说，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防空部队当天已先后击落数十架意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受无人机袭击影响，莫斯科多个机场实施临时管制。这个俄乌双方互相轰炸，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能源基础设施那是毫不手软根据统计2025年全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5400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也就是那个沙赫德什么天竺葵4478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000枚导弹，其中46000架无人机和1100枚导弹被乌克兰空军成功拦截。我这个小小的算一笔账就是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那个沙赫德大概是10万美金一架。这个2025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沙赫德无人机就值54个亿美金。航空制导炸弹呢，大概至少1万美元一颗，这是最少的，那就将近5个亿这个巡航导弹2000枚，那这个就贵了，平均100万一枚吧，20亿美金。所以就这个3项2025年一共要花80亿美金用来轰炸乌克兰，其中一大半得被乌克兰拦截掉了。这个可以说轰炸效果非常一般，非常差，没有达到预期，劳民伤财，大量的俄罗斯财富就这么扔在了乌克兰，化为灰烬这个仗对俄罗斯来说是相当不合算的，因为你炸乌克兰没什么用你炸了
它就修修补补。乌克兰出口主要是农业，对吧？农产品，无人机出口，它是靠欧洲给它输血。这个整个欧盟啊是乌克兰的大后方，人家很稳定，对吧？经济在正常有序的在发展。你光炸乌克兰有什么用呢？然后你大量的武器还被人家拦截掉了，80亿美金能起作用的很少。但是乌克兰炸俄罗斯呢，那炸的就是你的经济命脉，炸你的炼油厂，炸你的这个输油管道，炸你的码头，炸你的油井，现在要炸它的军工厂，对吧？炸完之后呢，这玩意都得花钱去修啊，维修，不维修一停产。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啊，它那个石油和汽油和柴油都禁止出口，自己用的不够啊，汽油荒。就这么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互相炸，对吧？就炸俄罗斯都扛不住，就不要说战场上的损失啊。所以这个战越打，俄罗斯是流血就越多，失血越多。我们再看看这个乌克兰国内啊，乌克兰国内最近这个高层人事大变动啊，这个确实啊，主要的岗位都换了一遍。布达诺夫当了这个办公室主任啊，成为乌克兰的2号人物啊。那个前2天咱们说了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乌克兰安全局这个马柳克怎么没有动静，不知下落。那今天媒体就报道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曲折。因为马柳克大家应该清楚啊，他最主要的就是发动了这个蛛网2.0行动，一下就让俄罗斯的这个30亿的资产灰飞烟灭，而且是不可再生，对吧？那个战略轰炸机、预警机给他搞了好几架，一战成名。当然了，他干了很多事啊，什么打击那个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撞那个桥墩呢，无人艇去撞那个新罗西斯克码头等等啊，他干了很多事情。那在我们正常这个普通的啊网友眼中啊，感觉马柳克呢是战功赫赫，但是却在这个泽伦斯基啊一手操刀的这个高层轮换中啊，却没有了马柳克的身影，也没有了马柳克的位置。今天泽伦斯基说啊，他说马柳克不再担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我们也讨论了新局长的候选人。这个泽伦斯基还说啊，他说马柳克仍留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但将直接参与各部队的作战工作。而马柳克自己也说啊，他对外宣称，他说我将辞去安全局局长的职务，但仍将留在安全局系统内，继续执行世界级别的非对称特别行动，继续给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所以关于马柳克这个任命啊，就非常蹊跷。这个泽连斯基先是听取了马柳克的工作汇报，然后说啊，我感谢他为战斗所做的贡献，我建议他重点专注于这项工作。乌克兰必须对占领者和俄罗斯政府开展更多非对称作战，并在消灭敌人方面取得更显著的成果。这正是瓦西里，就是马柳克啊最擅长的领域，也是他将在乌克兰安全局内继续专注的方向。我已要求瓦西里·马柳克将我们的不对称行动打造成全球最强，必要的资源和政治支持已就位。我们还共同讨论了乌克兰安全局新任局长的潜在人选。乌克兰万岁！这个话里有话啊，那泽连斯基表达的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马柳克不当安全局局长了，但是安全局这个重大的行动这活他还要干。马柳克现在手上恐怕有好几个项目，就是任务啊，正在秘密执行，这个还是马柳克负责。然后泽连斯基说啊，所有的资源和政治支持已经就位，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就这个意思。然后还说啊，新任的乌克兰安全局的这个局长是经过马柳克同意的，也就是他征求了马柳克的意见，哎，这个人行不行？马柳克说可以啊，就这个意思啊。那新任的安全局局长是谁呢？是阿尔法特种部队负责人叶夫根·赫马拉，他现在是临时这个局长啊。那给我的感觉好像是阿尔法特种部队负责人，那不就是马柳克曾经的下属吗？下属现在成了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自己靠边站了，但是在安全局里面还是发挥他的专长，对吧？执行这个任务，而且负责把这个不对称作战要发挥的最大。那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任命呢？网上有各种说法啊，我倾向于一个什么说法呢？两种，一个就是马柳克有可能涉及到腐败传闻，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乌克兰啊，他谁涉及到腐败传闻都不意外，这个我的观点一直这样啊，就是乌克兰他脱胎于苏联，对吧？你别看他搞了30年，他实际上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没多大区别，就是国内的治理啊，对吧？也是各种钢铁石油寡头，对吧？也是各种腐败，苏系国家嘛，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啊，换汤不换药，对吧？跟俄罗斯不是一个德行吗？所以说啊，我一直强调，就乌克兰哪个人涉贪腐传闻都很正常，你不要对他有太高的什么道德洁癖、道德要求啊。
所以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那第一道关就是廉洁，是吧？各种改，各种程序，各种这个立法，各种互相监督。你首先要过廉洁这一关。所以说这个马柳克如果涉腐败传闻，这是有可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就是马柳克可能跟这个布达诺夫两个人可能不对付。你想他俩的工作性质，对吧？一个是国家安全局，一个是乌克兰的这个叫情报总局。情报总局属于乌克兰这个国防部下面的啊。但是我多多少少感觉马柳克是抢了这个布达诺夫的活，对吧？你是国家安全局的，应该着眼于国内，对吧？国内的这种政权的安全、反间谍，对吧？各种保卫乌克兰的这种，对吧？国家安全，这干这事的。但是他把手伸到国外去了，他在这个克里米亚，在黑海，在这个俄罗斯搞的这些事，我感觉应该是布达诺夫干的活。那恐怕为了团结，对吧？那布达诺夫就忍了。大家还记得吧？第一次炸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是布达诺夫干的嘛？然后俄罗斯人还通缉布达诺夫，说他是恐怖分子啊。哎，你没发现自那以后，布达诺夫还干个什么事啊？把杜金的女儿给炸了。后来在一个酒吧里面，是不是把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博主你送那个蛋糕对吧？又炸死几个。这个好像是布达诺夫干的。那后面好像慢慢的布达诺夫就不干这事了。布达诺夫变成什么？他的部队全部到前线去了。所以我也很奇怪，知道吧？这种安排啊。后来这个马柳克作为安全局局长，他反而冲到这个在俄罗斯国内敌后开始搞各种破坏。我在想那这个恐怕就多少，因为他们业务性质是一样的嘛，对吧？就重叠嘛，重叠导致这个布达诺夫跟这个马柳克两个人恐怕就不太对付。那布达诺夫呢，恐怕就退让了，对吧？我把部队拉到前线去，在前线跟这个俄罗斯人死磕。所以这个布达诺夫坐着那个黑鹰直升机带着他的突击队跑到波克罗夫斯克然后布达诺夫又跑到这个扎波罗热去搞了一个诈骗活动就是骗了俄罗斯人这个俄罗斯情报局的钱50万美金就是伪造了俄罗斯志愿军团的那个创始人，对吧？死亡。骗了俄罗斯情报局的50万美金，然后又宣布人家活了。总之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布达诺夫肯定跟这个马柳克两个人之间不大对付。那现在布达诺夫重任了，对吧？他已经委以重任了，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呢，是名副其实二把手，而且权力还更大。就是伊尔马克以前干的活，他这个位置非常强势实际上他在协调各个部门作战，还包括这个外交。那布达诺夫如果跟伊尔马克两人跟这个马柳克两人关系不好的话，他不好配合。所以对吧？你这个安全局局长当不了了，但是你也有才能，是吧？你有厉害，所以你还是干这活，继续给俄罗斯人打击。但是局长这活就别干了，换一个人，对吧？缓和一下嘛，对吧？换一个什么阿尔法特种部队的负责人赫马拉。这是我推测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那这个说法就我觉得不太靠谱。什么说法呢？说这个当初这个乌克兰的反贪局要调查伊尔马克的时候，这个伊尔马克就让这个安全局局长马柳克以国家安全名义阻止乌克兰反贪局的行动。那这个马柳克拒绝，所以得罪了伊尔马克，导致伊尔马克被迫辞职，对吧？这个也激怒了泽连斯基。那泽连斯基这次通过人事变动，把马柳克安全局局长给他撸掉，是一种打击报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有没有这可能呢？应该说有，但是我觉得，对吧？凡事你只是说几率嘛，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马柳克和布达诺夫两个人都要抢头功都要立功都要，对吧？都要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大家回忆一下自从那个驻网 2.0 活动之后马柳克一下就火了。从那以后，布达诺夫，对吧？他们情报总局就很少在俄罗斯境内搞什么活动了，这个也很正常即使在外部高压之下，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么艰苦的环境中，这种人事之间的，对吧？这种斗争这种矛盾也不必什么大惊小怪这很正常。最后这个马柳克说他说我深信一支强大而现代化的特战队伍是我们的基石。乌克兰总统在国防部门推行的改革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为此感谢他。马柳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乌克兰的前外长又回归泽连斯基的团队。泽连斯基说我见到了库列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周边的政治和信息方面的情况。乌克兰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必须被代表，并且足够有力。我很高兴德米特里·库列巴在乌克兰团队中，我们同意确定进一步合作
作的方向。这个库列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因为他是在他卸任之前访问中国，对吧？然后坐了高铁去了，还是珠海还是什么地方？这个库列巴下台也是涉及到这个腐败丑闻，对吧？是他的媳妇吧，还是他女朋友也卷入了这种反正就是腐败吧。所以库列巴没办法，自己就辞职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等于泽连斯基把他雪藏了一段时间，现在也把他叫回来，至于干什么职务不好说啊，很有可能进入那个谈判团队。要不然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谈判代表全是军人呢，清一色的将军，你说怎么弄，对吧？参谋长是将军，那个安全顾问乌梅罗夫好像也是军人出身吧，然后布达诺夫也是中将，那你说怎么谈？我估计啊，这个库列巴恐怕是进入这个谈判团队。所以这么看的话啊，这个乌克兰的这一次换人这个动作还是很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啊，泽连斯基说啊，我和斯塔默首相通了电话，讨论了在这个阶段如何推进外交，以及鉴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所造成的一切，我们如何共同实现更大的正义。我们讨论了即将举行的领导人级别会议的筹备细节，国家安全顾问们工作也卓有成效，来自欧洲的18名代表参与了联合工作，我们也在与美方进行协调。我还与基尔，就是那个斯塔默讨论了对切尔西出售所得款项25亿英镑做出公平决定的必要性。这笔钱可以而且必须极大的帮助我保护生命，并支持乌克兰在俄袭击后进行重建。说来说去啊，就是催这个斯塔默赶紧把那25亿英镑转过来，对吧？这边等着钱用呢。这个华盛顿邮报他说白宫方面认为，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布达诺夫比伊尔马克更务实、更清醒。这个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曾处理俄罗斯和乌克兰事务的特朗普政府前官员的话说尽管布达诺夫被视为一个强硬好斗的人，但他在2025年初和平谈判中发挥了低调但关键的作用。当你真正讨论战争将如何结束时，这与伊尔马克形成了鲜明对比。伊尔马克一味批评美国同志关注自身利益，却忽视乌克兰的利益。该媒体援引了他的讲话，那言下之意就是让布达诺夫当办公室主任，那还是有美国方面的因素这个英国的独立报说关于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英国独立报说，战争将会继续，不会有和平。普京决心摧毁乌克兰，使其不再是个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停火不仅对基辅构成严重威胁，更将危及整个欧洲。尽管有诸多和平即将到来的声明，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2026年会改变2025年的局面。战争将继续下去。乐观的承诺更多是基于政治幻想，而非现实。乌克兰战事持续，并非因为缺乏伤亡或压力，而是因为包括乌克兰支持者和俄罗斯盟友在内关键参与者不愿彻底改变力量平衡。暂停交战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攻势的机会，正如其在格鲁吉亚和叙利亚所做的那样。尽管有和平准备工作已完成90%的豪言，但目前仍无结束战争的现实路径。只要俄罗斯认为继续战争比接受现有条件能获得更多利益，和平就无望实现。这个欧洲人还是很清醒的不把俄罗斯拖垮，不存在什么和平，不要幻想和平虽然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终将达成协议，并称不会为解决乌克兰冲突设定最后期限，希望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他向记者表示说在被问及是否会为结束乌克兰冲突设定最后期限时，对记者说我不会设定最后期限。恐怕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和平谈判可以说是遥遥无期根据法新社5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否认了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住所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说法。特朗普当天在搭乘空军1号专机从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途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不相信那次袭击发生过。他补充道当时没有人知道是否属实。特朗普说
普京住所附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但美方在审查证据后认为普京住所并非乌克兰的袭击目标。俄罗斯向美方移交了解码后的乌克兰无人机资料，并称其中包含数据证明乌克兰军方的攻击目标是俄总统普京的官邸。既然特朗普根本就不相信，那普京这个对吧，喊冤告状、小媳妇告状这种打小报告，那就确实有点丢人现眼了。人家不相信，那就会还鄙视他，对吧？你造假，既然不相信，说明你造假，你造假干什么呢？经过快4年，对吧？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艰苦的抗战，乌克兰人意志没有被打垮。经过调查呀，说有74%的人反对割让土地，62%的人愿意继续抵抗侵略，但如果得到安全保障，加入欧盟，不承认备战土地的情况下，有69%的人同意冻结前线。那这个恐怕就是大多数乌克兰人的想法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这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要反抗到底，这个是强大的基础民意支撑着乌克兰能够战斗到现在。现在看啊，这个俄军啊叫嚣，那是很可笑的，尤其是黄俄，这个黄俄每天就咒骂这个泽连斯基啊，为什么不投降？就因为泽连斯基这个戏子，这个演员害了乌克兰。你看看乌克兰的民意，对吧？74%的人反对割让领土。至于泽连斯基是不是真的害了乌克兰，乌克兰人该不该投降？我们看看乌克兰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泽连斯基害了乌克兰。大家好，我是丽莎，我来自乌克兰。粉丝留言说，是泽连斯基害了乌克兰。如果他早点投降，就不会让这么多百姓和士兵伤亡。看到你的留言，我深深地为你叹息。想不到在你的价值观里，投降是那么轻松自然，逃跑是如此随意。一个连自己的家园都能放弃的人，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投降？黄俄理解不了。黄俄的理论是投降的好处，你只有投降了才知道，你不投降怎么知道呢？对吧？你就试一次，你投降着就习惯了，以后对吧？只要一来你就投降，哎，这就是黄俄的深层哲学。这个特朗普啊抓了马杜罗，我今天在网上又看了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我概括一下，就是普京在下大棋，普京又赢了。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这么说的啊，说这个美军行动之前呢，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去了一趟俄罗斯。他说啊，很多人以为他流亡莫斯科了，但是他返回了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抓走以后，他先和莫斯科通话，又和卢比奥通话，然后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裁定由他按顺序接任临时总统。如果罗德里格斯能坐稳，这个月内不被搞掉，那么马杜罗被抓恐怕就是普京送给特朗普的礼物，委内瑞拉抵抗微弱也就完全合理了。就这些黄俄，这真的是脑洞大开啊！这个也叫阴谋论的下大棋，这个棋手就是普京啊。说特朗普本来在中期选举中遇到麻烦了，普京给他充值一笔，不用特朗普回报，他能坐稳就是最好的回报，有他在就能保住普京。这些黄俄说啊，抓捕马杜罗很可能是普京下的大棋，毕竟特朗普掌舵美国众议院才是俄罗斯最需要做的事情，后续看到底是亲俄派控制委内瑞拉还是亲美派控制委内瑞拉。美国议员们早被俄盟的糖衣炮弹渗透成筛子了，就是说美国的那些众议员啊，参议院的那些人已经被俄罗斯渗透成筛子了。特朗普是俄盟最亲密的战友，伊朗会继续复制委内瑞拉，只要还是亲俄派控权，普京不在乎卫星国换人。这个黄俄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说为了这个美国的亲俄派控权，那能不能把印度的换人呢？俄爹这么厉害，手拿把掐的下大棋，能把印度这个棋下了吗？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些黄俄这些说法，你这叫又好气又好笑啊！还是人家啊，俄罗斯人呢实在，对吧？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啊，在登缝纫机之余啊，得知美国的三角洲部队啊在床上把这个马杜罗给提溜起来了，带到美国去了。这个斯特列科夫啊气愤不过啊，
痛骂了大帝，说我们的形象又一次遭到了打击，又一个把希望寄托在俄的国家失去了援助，我们深陷乌克兰的泥潭，几乎无能为力，更别提帮助位于地球另一半与美国相邻的委内瑞拉了。这个普京的大脑，对吧？俄罗斯的智囊国师杜金怎么说的呢？1月4号，俄罗斯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表示，美国抓捕马杜罗标志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此次行动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全新的全球冲突，国际法不复存在，未来法律将由大国中的胜利者改写。作为祖师爷，杜金的说法好像跟黄俄说法不太一样，对吧？杜金这感觉末日来临了，这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这是改写了这个国际法呀。但是黄俄认为这是普京在下大棋，和这普京下大棋，普京这个国师大脑居然不知道，黄俄知道。所以说这个黄俄就是神奇在这儿，一个在牢里的这个斯特列科夫说这个普京丢人现眼，所以投靠俄罗斯的朋友啊，对吧？一个一个的倒下，没这么丢人的。这个普京的导师，对吧？这个智囊也说的吧，添油加醋，说这个是第3次世界大战呢，哪看出普京下大棋啊？怎么特朗普好不容易憋个大牌是吧？憋个大炮啊，兵不血刃，对吧？抓了这个马杜罗，结果功劳变成普京的下大棋。这俄罗斯的高官都已经出现幻觉了。这个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蒂诺夫4日在向前线凤凰卫视记者表示2026年将是乌克兰对抗的最后阶段，因为基辅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僵局将使敌对行动无法继续。他还说2026年是冲突结束的重要窗口期，但窗口期也要在今年秋季战役之后才可能出现。目前俄军的主要战略重点不是进攻，而是试图保持现状，进行蚕食和消耗掉乌军的有生力量。这个只能说这个阿劳蒂诺夫已经产生幻觉了恐怕也盼着这个俄罗斯这个过度消耗，最后垮了，是不是车臣就可以独立了？有机会独立是吧？1月4号这个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发布自己出席活动的视频，这是他被传病危后首次公开露面。报道称，卡德罗夫手持拐杖，引发了人们对其健康状况的讨论。1月2号，卡德罗夫曾出现在一段视频中，辟谣有关自己在莫斯科紧急住院的消息。卡德罗夫表示自己身体健康，正准备去训练。从这个视频看卡德罗夫确实好像是生病了，病态，不像40岁的人那个脸是浮肿的，眼睛已经眯成一条缝了，水肿就是眼泡眼袋，应该是肾有问题，肾病应该是这样的这我这一看，虽然不是老中医，对吧？那还是略知一二呀。希望这个卡德罗夫对吧，要这个多活几年，到时候好带着车臣的这个10万铁骑是吧，去莫斯科清君侧。现在是卡德罗夫和普京2个人比身体，对吧？比谁活得久的问题了，看谁能扛得过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